影响市场的消费力。再来看刑事局最近请一寡名人来翕影片，要来宣传网络交朋友着爱细腻哦，嘛提醒大家着爱注意有未接的诈骗。刑事局统计嘛显示讲，去年网络诈骗经业的损失都有73亿。利用网络交朋友，大家问你食饱未？3天一句我想你哦，5天一句我爱你哦，对天去抓无你的死，原来空嘴无钱，拢是为着钱。导演郭念真向大家宣导网络交朋友着爱细腻，莫互诈骗集团骗去。刑事局最近就请侪名人拍一系列防诈骗影片，就是呼吁民众爱注意。因为即马大家拢用手机啊，所以阮来甲伊整做直行的，直行的时阵吼，手机直接个看会到，看会到的时阵大家较咧看的时阵，就知影讲目前上真的状况。网络交朋友骗钱骗感情，网络买物件、网络投资，诈骗的手法是百款。刑事局表示，2022网络诈骗的财务损失都有73亿。也若即马上流行的就是投资诈骗。投资型的诈欺伊毋是来直接来个叫你落去投资啊，伊一开始拢无爱你的钱，拢甲你交朋友，拢甲你开讲。根据本局分析，近2年诈欺被害人的分布情形，有关假交友诈欺的部分。大概年龄分布是在38岁至40岁中年年龄层左右。经本局分析，应该是因为最近的假交友诈骗是结合假投资的部分，所以年龄有下降的趋势。刑事局也指出，去年诈骗的案件特别挖3万件，上侪就是利用网络来诈骗，所以刑事局嘛呼吁大家无熟悉找份人，就算逐工伫网络和你问好，嘛袂使相信，因为拢真可能尾仔是要骗你的钱。记者柯家轩、林秀凯台北采访报道。